彰化139线又搁来发生着死亡的车祸。昨尾仔4点外，一个27岁青年骑着重机车，骑到20公里的死亡弯道，不明的原因，家己去弄路边的树仔蛇来刹车。刹车了后是倒伫个涂骹拢袂振动，民众围向前来帮忙，赶紧来叫救护车。伊的重机车嘛摔飞出去，卡伫个路树甲护栏的中。这个青年是重伤昏迷，送上病院来抢救，也是无救亡生咯。警方讲，这个弯道常常咧发生着事故，即摆学校很热咯，要特别来提醒，尤其是少年呢，唔通无照来驾驶。经过这个路段，速度爱放慢，唔通来超速，嘛唔通压车来过转弯，确保着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